大家好，我係莎拉。而家已經2026年啦，唔知大家過成點呢？而家因為要儲假，所以呢一排咧都冇得去旅行住。咁適逢而家禮拜六日，就決定去揾間餐廳去食自助餐，順便慶祝埋我家姐嘅生日。今次會去尖沙咀帝苑酒店嘅雅苑座食自助晚餐。我哋嚟到尖沙咀中心，經過天橋過去帝苑酒店，呢度經過去咁就會方便啲，唔使過咁多馬路。呢度向前行就係帝苑酒店。呢度樓下幾靚。雅苑座係喺3樓。開始有唔少人咯，環境上都幾典雅。岳高頭望上去嘅樓層都幾震撼。趁未開始之前，我習慣先會巡視一周。魚生部呢一度有寫埋名，方便叫想食嘅魚生。呢一度就有壽司同埋一啲小食，有青口、瀨尿蝦、東風螺。呢一度仲有唔同麵條可以選擇，有正常咖啡同埋特濃咖啡選擇。飲品方面就只有橙汁、蘋果汁同埋一啲罐裝可樂。接住落嚟就係甜品，有各式各樣嘅蛋糕，全部都好想食晒佢啊！哈根達斯雪糕，有曲奇、雲呢拿、咖啡、朱古力、士多啤梨等等嘅味道。熟食方面有燒秋葵、粟米、冬菇、秋刀魚、燒雞翼等等。呢一度現場睇即燒、燒牛肉、寶雲酥羊架、酥炸生蠔。等我試一試三文魚、油甘魚同埋吞拿魚先。三文魚同埋油甘魚 OK， 但係吞拿魚嘅肉質就比較柴。羊架同酥炸生蠔嘅味道都唔錯啊。我因為怕酥，所以唔係太中意食羊，但呢個羊肉嘅酥味唔重，我覺得可以試下。酥炸生蠔都好食，唔錯唔錯。仲有片皮鴨。呢度實在太多選擇啦，睇到我眼花繚亂啊！白靈菇時蔬、印度咖喱海鮮，有少量嘅滷味小食，有蟲草花湯，各種嘅海鮮都有。不過唯一美中不足嘅係呢度係冇生蠔。秋葵、秋刀魚嗰邊都好搶手，我都唔執輸，我唔客氣啦。燒雞翼，呢一邊仲有音樂廳。呢個都好搶手，我等咗2轉先有，終於到手啦！啱啱夾呢個扇貝嘅時候咧，勁多人一次過夾4隻咯，然之後仲要啱啱有一個咧已經夾完㗎啦，跟住佢就翻轉頭喺我面前再夾多4隻，勁誇張！自助餐眾生相。呢一個蟲草花湯好讚，飲起嚟好鮮甜，大家一定要飲啊！接住落嚟就係甜品時間，有原味班戟同埋班蘭班戟。
根據阿媽同家姐嘅食評一致確認，班戟好滑同埋好好味。個蛋糕俾人滑到咧，已經呢一劈嘢咁樣啦。呢個甜品係必食，上層有濃厚嘅抹茶，底層有朱古力餅碎。我家姐已經 encore 咗2次啦。呢度仲有葡撻同埋雞蛋仔，細細件，少食多滋味。我唔客氣啦。係喎，OK 喎。木瓜雪耳豆桃膠，嚇，好正喎。跟住佢有個布甸咯，感覺如何啊？個味道就啱啱好咯，個甜啊，覺得都係足料嘅。佢裡面咧有好濃嘅芝麻味，上面係一陣大概都有70度到嘅朱古力焦糖。入到嚟餐台就已經放咗呢一張卡仔，憑呢一張卡仔就可以換領佛跳牆1碟。自助晚餐已經嚟到尾聲啦，我仲要留返個肚嘅空間嚟食拿破崙蛋糕啊！相信當日應該好多人為生日而嚟食嘅。酒店準備咗一個大蛋糕，等大家排隊同蛋糕合照完之後，每人就可以領取一件，好正嘅，仲有道具。食落去好有層次感，而且好酥脆，好食。最後生日嘅話，酒店會送半磅蛋糕。呢一次人均嘅消費大約係646蚊一位。蛋糕質素 OK， 唔會太甜。提提大家，我嘅插畫已經出咗賀年 WhatsApp sticker 啦，大家記得下載同埋分享俾親朋戚友送祝福啊！下載連結就放喺 inbox。鍾意呢一條片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我啊！